感恩妈祖慈悲，后壁的下茄东泰安宫妈祖，还有这个金钟庙配武元帅出行绕境。前面的后壁关很慈悲，后壁关啊帮人家消灾呢。腰间有挂那个猪脚皮呢，哦，他嘴巴含着香呢。哦，现在辛苦，那头壳顶那有老血了。哦。还用那个猪脚皮啊，还有香在头上这样绕几圈，要帮忙消灾。感恩妈祖慈悲，感恩后壁关慈悲。